拆除作業進前，先進行傳統科儀，希望施工期間一切平安。台南中西區萊亞大樓2025年初地動了後，防雷做危險建築，市府工務局甲住戶經過多次協調，4月份正式展開拆除作業。現在是目前是要把裡面的那個廢棄物，先把它拆下來。第二個，也就是說假設工程支撐，避免拆除過程中的危險。那預計在7月份就開始從12樓開始往下拆。它預定到年底可以工程完成嗎？可以拆完嗎？是。好。因過距離拆除作業開始到達已經1個月，議員柯志春佇總質詢時，除了關心整體工程進度，也煩惱長達幾個月的施工期間，恐驚影響牆邊店家生意，甚至是交通衝擊，並且市府研議營業稅減免措施。伊若封路甲封批刷，一定加減減會影響到阮遮附近做生意的生意啊。就是萊雅大樓它本身的土地是仁愛之家的啦，仁愛之家這個因為它是公益團體，所以地價稅是可以不用，是可以減免的哈。那周圍大概有40戶左右的房屋是會受到這個施工的影響。是。那我們會依照公務局這邊給我們造冊受影響的這個住戶哈，我們會依照他提供的清冊，好，那在施工期超過6個月以上，我們會來予以減免房屋稅，那也會跟國稅局這邊來建議減免營業稅。財稅局回應，佇拆除作業期間，大樓內底83戶住戶攏未收房屋稅，同時向南區國稅局協調，佇工程動線內底受影響的店家會減免營業稅。工務局也強調，整個拆除作業分2階段，前3個月對交通衝擊較細，7月份過後實際拆除有個衝擊較大，到時議員會盡量維持府前路通行。要閣拆外牆的時陣，也煩惱建材會落落來，到時陣會做部分管制。台南新聞林根陽說話採訪報道。